我哋鏡頭依家嚟到肇慶鼎湖區其中一條鄉村。肇慶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生態同埋農業資源最豐富嘅城市之一，咁呢度嘅鄉村唔單止風光秀麗，亦都融合咗深厚嘅歷史文化同埋一個特色產業。咁以此類推，亦都開展咗多元活躍嘅旅遊行業。咁呢度嘅鄉村呢，大多數都係背靠呢個鼎湖山同埋個七星岩，可謂背山面水，山水田園如詩如畫。因為呢度呢，交通就唔係咁便利，所以呢，自駕遊呢就係一個首選。我覺得呢度好似廣州嗰啲城中村咁樣，有少少握手樓嘅感覺。咁相信肇慶嘅鄉村呢，非常之完整咁保留咗廣府嘅民居啦、古祠堂啦，同埋啲古巷道嘅廣府文化、嶺南文化、宗祠文化喺度可以話係體驗得淋漓盡致。未去過其他外省嘅農村啦，咁我唔知道外省嘅農村同呢度係咪花天窮地，定係同呢度係大同小異呢？有知道嘅朋友同我哋講一講。咁總括嚟講呢，肇慶嘅鄉村呢，唔單止係一個風景線，更係一個活態可以觸及嘅嶺南文化博物館，亦都可以話係一個舌尖上嘅生態農場，更加係一個令人放鬆身心嘅天然氧吧。有機會大家都嚟呢度放鬆一下啦〜